大家来探讨吼，台湾所面对的这个困境吼，所以这样子吼，可能。大家信任一下吼，伊讲，记者好啦，记者甲咱要求讲用福建语讲，无说变成咧语吼，会使吼，大家好啦吼，好 OK。因为我们记者先生他们希望就是说用他们可以听得懂哦，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消息能够传出去了哈。但是其实我知道这边有录影，可能也会回到台湾去，很多同乡也会看。那其实应该都可以的，不过我们尊重这个陈凯先生哈他们的要求。那我想今天在这里哈，我要跟大家探讨，因为主办单位很用心，那他也要求我们来。那我想他的题目就是分两个地方，一个对台湾，一个是对民进党。那我必须要声明，我本身不是民进党，所以我想我着重的重点不是在民进党的这个issue上面，当然我们会讨论一下民进党的issue，但是我希望就是说以一个台湾海外的乡亲、台湾同乡的立场，怎么样来关心台湾，对台湾的一些见解跟看法。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大概分3个主题。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对台湾跟民进党有什么期望？各位都知道，在过去从民进党1986年创党以来到今天，经过风风雨雨25年，将近迈进入这个第26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民进党它确实给台湾人民带来很多希望，因为在过去他们有执政过8年，在这个执政过的8年当中，我想很多台湾人他体会到，在不同的政党的这个政治理念之下，在他执政的这个过程当中，确实跟过去的国民党有相当大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8年当中，阿扁他所带给台湾人民在国际社会的展望，我们有看到那个非常不一样的一面。但是从阿扁执政的8年之后，我们看到这个民进党是不是符合台湾人民的期望？其实并不见得。因为台湾人民为什么会支持民进党？最主要就是因为民进党是台湾人本土所大家选出来的一个政党，所以这个政党嘛，那因为是本土的政党，我们对他的期望，我们期望什么？就是希望他能够把台湾人民带到一个国际舞台去。但是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在阿扁执政的8年当中，并没有把台湾人带进去国际舞台。而且很遗憾的，在不管是民进党在野，或者在执政，或者是在不管是哪一个阶段，民进党始终停留在中华民国的体制之下。所以我第一个topic就是说，在中华民国体制之下的那个民进党，它给台湾人民带来的希望其实不够。而且这个希望呢，已经慢慢变成失望。为什么失望呢？因为台湾人民并没有真正的能够在国际上扬眉吐气。那么从这一次那个小英他没有办法胜选，然后选举结束之后，我们看到更可怕的、更可悲的，就是说整个台湾社会大大小小的人民，其实对民进党几乎是濒临的绝望。谈到民进党，大家摇头叹气。为什么？因为很多民进党的一些大佬，他说民进党要修改他以前过去有的一些方向，必须要更接近这个国民党的想法，必须要开门见山的去跟中国接触。这个在很多人士的看法并不以为然。民进党之所以让人家肯定，是因为他有站在台湾人民的立场来为台湾人民发声。如果你今天民进党不是站在台湾人民的立场，是站在一些就是说利益团体为了执政而执政的话，这个不是大家期待的一个政党。
所以就是说，我们从期望、失望，到几乎接近于濒临这个绝望的地方。为什么呢？如果真的要选跟国民党一样的民进党，那这样的话不需要去有一个在野党，因为你的利益都是一样，要去靠近中国。那中国你知道，那是有它的一个磁吸，它会把整个台湾的不管你是经济、政治整个吸进去，那么台湾将来就更可能会变成类似像香港或者其他国家这样。那是不是我们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呢？我觉得也不见得啦，因为就是说在那个现在马上要面临新的党主席的选举，我们从他们几个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或许这个民进党还有一点点让人们希望的地方。那这个希望呢，就是说我们希望从海内外各地区的人民能够有这个声音给这些党重要的大佬，让他们能够调整他们符合人民的期望。所以说，这个大概我们在第一个阶段我要探讨的，就是说以我的观点来讲，来讨论民进党的地方。但是，正如我刚开始提到，就是说这个民进党，因为它是台湾本土的政党，但是它的所有的这个政治抱负是不是符合台湾人民的期望？我们回到一个地方来看，台湾今天为什么台湾人民会对它有从期望到失望这个过程，就是因为台湾今天的国际地位并没有真正的被民进党来正式的给我们把这个理念传给全部的人民。为什么呢？我们从不管任何一个阶段看到了民进党，他始终跟人们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目前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但是很遗憾的，我们走到国际社会里头，我们看到的台湾并不是这样子。第一个，台湾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国际孤儿。这个国际孤儿就是说，我们进不到任何必须要以国家主权的这个任何的一个团体组织里头去。这个是台湾人民最遗憾的地方。那么其实我们从真正的这个美国的几个官场的说法，在2004年的时候，10月25号，那个前国务卿这个鲍威尔他说台湾其实并没有独立，台湾 is not independent，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并不享有国家主权，就是说中国只有一个，那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07年的时候，8月30号，那个白宫的一个安全顾问就是韦德里，他更提到，他说台湾也好，或者是中华民国也好，在这个时候并不是国际上一个被承认的一个主权国家。那我们看到去年的11月11号，在那个 Kansas State， 不是有一个叫做刘珊珊 Japan Liu， 他被起诉。而且那个检察官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台湾并不被美国承认为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我们知道，在过去，不管朝野，你是国民党也好，你是民进党也好，并没有把真正台湾的国际地位告诉台湾人民。台湾目前并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这些政治人物他一再告诉你，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且它的国号目前就叫做中华民国。我们要请问各位，如果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国号叫中华民国的话，那么这个中华民国，它是不是拥有它宪法上所规定的这个蒙古或者是中国大陆的这一些版图，并没有，而且在中华民国的这个宪法里头，并没有把台湾这一块土地加到它的固有版图里头去，所以这个并不代表就是说，今天的台湾是属于中华民国的，所以这个是在国际上的认知是这样的。而且更具体的讲，在2008年的时候，4月
17号，4月17号的时候，那个华盛顿 DC 的一个美国地方法院法官，他告诉我们，白纸黑字的告。